再来看咱国内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年增率已经达到2.02%。咱国内1月到5月实质经常性的薪水，阁有实质总薪水有机会正成长。另外，咱国内上新的统计，531间的公司，9120来人是放无薪假比顶一期减少8000外人咯。劳动部嘛表示讲，因为疫情解封，佮加上热热，所以目前所有旅行社拢无员工在放无薪假。毕业生加出校园踏入职场，91帮针对因就业做出调查，结果发现今年有96.6%企业表示有聘雇应届毕业生或者是退伍新人的计划。调查发现，企业对学术学历的毕业生平均愿意提供的起薪是30471块，比去年加313块。有研究所学历的新人，平均企业愿意付的薪水是33625块，提悬713块。基本工资的7连升呢，推升了这个新鲜人起薪的一个增加，加上有这个缺工潮，使得这个新鲜人起薪不但呢比去年增加323块钱，而且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抵消掉物价上涨的一个压力。91帮认为，度过疫情冲击3年，企业提供新人起薪已经出现几大反弹，因为资方正面临经济起来欠人调。今嘛5月 CPI 年增率回达到2.02%，物价小可有降温。国内1到5月实际经常性薪水甲实际总薪水有机会摆脱负成长。最近这1年来呢，整个内需服务业人力短缺的非常严重，迫使很多的厂商必须提高薪资，包含住宿啦，或者是零售业，它的总薪资的增幅跟去年同期来比的话，大概都有大概5-6%以上。它制造业相对来讲就没那么高，但是有1-2%以上。到底上班族实际总薪水有希望摆脱衰退，同时劳动部发布上新的减班休困统计，目前有531间9176人实施无薪假，比顶一期减少1547间，8835人。因为我们这一期公布的的数据会有这个所谓的月底效应那所以大概各个产业大概都有减少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劳动部表示，伫顶一期减班休困创新高的制作业，因为未少业者接到短期订单，互减班休困有改善情形。另外，疫后出国潮来临，加上近日休抓旅游大会，和旅行社的支援服务业无薪假也减少。暗过由旅行业者反映接单的状况无理想，无排除未来可能会阁实施无薪假来应应。记者综合报道。